下一题啊。下一题。开始。 4，开始。 Action。白玉。白玉。提定，太虾米？是啦，提定耿耿的那个。没在公平哎。讲出来了。来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他的题数被扣哦。狗把的一首吉秋瓜。我没要。是啦，哇！哦，一个不是啦，唱歌就好听，一个气宽细点。气喘。邓丽君。困爱都什么？敏成。金桃。妹妹比较厉害。南投一个最大的石窟文化村诶。白玉。水的所在。南投南岛。水的所在啊。南投水的所在足济。保利。不要讲。就好耍，就有船的所在。你这样要讲立管堂。对。哦，要登去树林，咱爱坐啥物件？捷运。对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云贵到底就大一个站。有啊，不少。掐什么？没有他们。掐头。下一站了。对，下一站是谁？